議員蔡秋蘭針對嘉義區南41線甲咧安南區的交通路網，首先提出關心。伊指出，地方5萬真久的南41線建設案預算高達71億，如果加上跨港大橋的40億，總經費高達110億以上。希望市府會用個加緊腳步。對此，工務局代理局長王建雄回應：南41線目前都市計劃變更甲着道路的設計正咧同步進行當中。至於烏橋中路的跨港大橋，目前嘛由國土署來辦理設計，市府會先來編預算進行土地取得。即擺卡着咱徵收甲甲徵收款，甲咱所有的計劃。你愛佇咱徵收款甲工程款。對啊，就是因為工程款，就是愛中國土署迄邊看伊要準偌濟啦，是毋逐年攏有，逐年攏到位。咱市府愛編列預算配額款吶。咱配額款無法度編列，就無法度加迄個補助款。對啊，所以一定愛編列啊。71億的配額款，安尼你看愛偌濟啊，市長？那個不好意思說，這個錢哦，不是說一次就編到70那個百分比，就是要看，因為它有些是，它這個是要逐年編列的哈，這跟預做包逐年編，一定會把這個案子做起來。另外，有關沿海地區，因為有漁民將一塊破碎的裝仔甲鋪佇個魚塭的堤岸，結果被連續來處罰。對此，議員嘛為漁民來請命，建議市府應該擬定管理的辦法，只要認定不是事業的廢棄物，就袂違反廢棄物的清理法。不過，市府認為暫緩執行的部分並無一定是合法。對着漁民來講，當期一定要守法，而且裝仔甲嘛一定要破碎，袂用個隨便亂彈，污染着環境。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。